你哋中大叻仔啊！今年嚇唔係今年係舊年嚇，中大大家都知啊，搞到迎新營，幾出位啊！舊年你知唔知迎新營係咩？好多書院噶嘛，咁佢舊年咧就大家就為咗搞下氣氛，就互相攻擊下咁樣，講嗰啲我真係認為幾出位嘅口號，裡面包括令你了解到點解中大天氣比較熱啦，因為佢係叫新亞桑拿。第一件，有一個叫崇基嘅書院就俾人話崇基任戰呢啲小兒科嗱嚟緊呢兩句不適合小童觀看OK， 佢話聯合祖媽最盡責，含吹奶絕有方法。即係含吹奶絕係咩大學科目咧？應該引人入勝嘅真係。中英數理化，含出奶絕咬。我話俾你，我真係覺得呢4個字各位係勁過晒所有以前所有嘅粗口。因為無論你一般粗口，你都知嘅，大家知下，一般嘅粗口，你嗰句粗口有幾長，牽涉對方幾屋企人你媽媽、你爸爸、你點正講來講去都係一個動詞。我哋基本上冇進步過嘅喺鬧人方面，幾千年都係呢樣。我一講到嗰隻字你就好 hurt 㗎啦。